所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珠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是的，主，你配得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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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配得赞美，配得大赞美，配得大赞美。是的，主，你配得赞美，你配得颂赞，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我们属你，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的教会啊，主，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
属于你，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主，求你来建立我们的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旨意成全，建立你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主，求你也建造我们，建造这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愿你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旨意成全。是啊，主，求你的国降临，求你的旨意行在这块土地上，愿我们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愿我们的生命也更多的被你建造。求你帮助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的道路，成为这地上的管家。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
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众所仆仆，万膝跪拜，齐声颂赞，圣哉，圣哉！有谁配得如此颂赞？有谁配得如此尊荣？唯有你，唯有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统领万有，管辖全地，你的能力穿透时空，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慈爱的天父，回顾过去一周，我们的所言所行，常在不经意的时候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们。你长阔高深的爱永不离开，我们是你永远的百姓，永远的子民。亲爱的主，你是智慧的开端，生命的源头，你赐予我们自主管理学习的能力，透过你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凡事忠心，不可一事二足，将眼目定睛在天上，而不在地上。求你圣灵帮助，时刻提醒，不叫我们落入试探，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讨你喜悦。恩典满满的主，你是平息风浪的主，感谢你在这一次台风来袭，让它从台湾擦身而过，没有造成任何的灾害。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教育馆工程也在预期中如期施工，它将成为社区的帮助，也让团体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求主继续带领，工程顺利进行。酷热的天气叫人受不了，求主你也怜悯看顾我们的长辈，让每个人身体都能不受侵害。这时，我们一起要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首先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新来的朋友哈，喜布衣，我们欢迎他，欢迎你，欢迎你哈，请坐。请问还有没有介绍到的？好，没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这礼拜的事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今天是花莲大专事工分享，欢迎林希浩牧师前来本会。今天是小猪回家日，另外教育馆将于近日申请使用执照，请代祷。今日下午1点，爱家团契于佑星2楼举办圣经研读讲座。下周主日上午10点半，儿童主日学于佑星4楼举行亲子礼拜。8月4号举行圣礼典，当天第2堂礼拜有洗礼。以下是目前报名洗礼的名单，请代祷。2019与京剧有约的活动已进入第3季，邀请兄姐踊跃参与。以下是今年国外服务福音队各场次时间，请兄姐代祷及奉献。7月26到27日，袋鼠爸妈小组举办妈妈必进之旅，欢迎家中有国中以下孩童的妈妈报名，有意参加者请向办公室或以文传道报名。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请持续为身体亲爱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这时我们来攻读圣经。今天所要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6章19到24节。马太福音6章19到24节，在和合本修订版新约第10页。好，翻到时候我来念。不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洞来偷。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锈坏，也没有贼挖洞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眼睛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服侍二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以上，愿神的话语让我们牢记在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帮助。今天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管理钱财。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礼拜我们有特别提到，今年10月6号是我们要召开的会员合会，要选举长职。我们士林长老教会长老跟执事的部分原本是10位长老，20位执事。我们今年小会有确定要选一半的中间要多1位长老，多2位执事，所以大家特别为10月6号的会员合会我们放在祷告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会比较好奇，在我们的教会的整个的运作中间，我们需要有长职、有同工。那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教会的事工，因为在这些长职同工的一起配搭之下，我们也参与在以长老教会来说，我们叫做宗会
我们是台北中会，台北地区总共有101间教会，我们也参与在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全体教会有1270多间教会，不只是这1000多间教会，我们还有很多的福音机构、宣教的机构，这些都是我们一起来参与的。借着这个能够落实，不管对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我们了解多少，但是我们盼望你我每一位，我们自己的生命真的能够成为和解的使者，成为盼望的记号，让我们来到这个地面上，这一生是一个奥秘。法国的总统常常最近这2年，有人引用他要求法国的小学生、中学生都要看卢贝松那个地球的那个短片。这样的一个地球，到底人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命极其奥秘，这个世界的产生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奥秘的生命如何面对这个奇迹的世界？所以认识自己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定位跟它的方向，是我们最基本的功课。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说到，我们成为和解的使者，成为盼望的记号，这个每一天激励我们，提醒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上礼拜特别提到，当我们要选长老执事，或者说教会团契有同工干部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羡慕这个职分，看重这个圣工，不管你在哪个领域。所以今天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邀请花莲大专中心，就是我们在做大专校园宣教工作的林希浩牧师还有他师母，他们今天特别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个时候就请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特别在东部台湾的东部那样的一个地方，一个校园宣教大专事工的部分。好，来请林牧师。各位士林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边要感谢许牧师还有教会的长职同工愿意接纳我们来这边做分享，那这是第一个要感谢的事情。那同时我也要感谢士林教会。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大学的时候，1998年到2002年念的是东吴大学。那我那时候参加士林长青团契，虽然我的母会在桃园长老教会，每个周末都回去母会参与聚会跟侍奉，但是没有机会在士林教会一起礼拜。但是正因为士林教会接纳了士林长青，让我们在这边可以聚会，而那4年成为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也帮助我去找寻跟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我要在这边感谢士林教会的各位弟兄姐妹过去对士林长青的接纳跟关怀，还有现在对士林长青继续的接待。但可能要跟许牧师借一下那个 PPT 的那个。这是去年我们10周年的照片哈。那士林花莲大专学生中心成立到现在已经是要进入第12年了。那感谢上帝，在过去这11年当中，有许多上帝丰富的恩典跟带领，让我们可以顺利的来发展，从零开始。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是，不好意思，跟这个机器不太熟。哦，它就越来越下去了呢。对我们来说，我们重要是学习团契。团契不只是某个时间点在什么地方的聚会，更重要的是如何跟所有的生命，以及跟上帝、跟自己建立那和好的关系。这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跟学生学习的方向。那基于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有发展各样的团契。那我们的在东部目前有3个学校的团契，每个团契也都有它的特色。例如慈济大学的团契，15个学生里面呢，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只有2个。大部分都是高中，甚至在念了慈济的时候才开始接触信仰，然后透过团契来认识上帝。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有2个重要的事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教育生活体验营，其实这个是我学生时代我的学长姐他们，特别是当时许成道牧师还有郑英元牧师，他们是台北大专的牧者，他们开始推动这样一个教育生活体验营的概念。我有幸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在珍稀堡新竹尖石乡的珍稀堡的原住民教育生活体验营，那3个礼拜对我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影响。他让我去学习看见的是，福音队不应该只是把自己自以为要传递给对方的东西带给对方，而是学习跟对方一起互动、一起成长、互相学习。
所以我们这10年来去台东的新港教会，我们一起合作了10年。在这10年当中，我们跟学生一起体验了许多的事情，包含下田。那今年还带着小朋友一起下田，然后也包含去认识当地的渔业文化，因为成功是东部地区非常大的渔业。在座的各位兄姐，如果你喜欢吃旗鱼的话，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成功这个港口。而我们的学生很兴奋的拿起了旗鱼，这可能是没什么人有的经验。而新港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物，它是日治时期当地的算是警察的首长所盖的一个别墅，他死后也葬在成功那个地方，甚至划为当地的土地的一部分。而在新港教会有这么一个建筑物，它现在成为新港教会推动文化、推动社区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据点。而现在新港教会也在推动在宅医疗，我们今年也跟这群孩子、这群小朋友一起学习什么是在宅医疗。孩子们用一个很简单，但是却也很贴心的方式，就是带着绘本去念绘本给这些阿公阿嬷听。而当结束的时候，我听到孩子们问说：“我们还可以来看这些阿公阿嬷吗？”这些阿公阿嬷其实就是他们的邻居，可是却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拉近了距离跟关系，也互相的关怀。那每一年我们也都会去监狱太原监狱关怀受刑人，因为台东县是全台湾最多监狱的县市。那第二周就是我们的整个营队是2个礼拜的营队，第一周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认识当地，而第二周就是协助新港教会跟他们合作，一起举办夏季学校。从10年前的60人，目前它已经变成镇上的一个大活动。甚至前几天我听到新港教会的秉熙牧师跟我说，有其他的教会打着小星星的招牌，在叫小朋友参加他们的营队，可见小星星已经做到一个口碑跟品牌了。另外一个事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花莲大专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这是本来我们聚会的场地，那我们都只能在外面流浪，不断的花钱租场地。而去年我们一个学生看到在东华大学附近有这样一个地方，这本来是个简餐店，然后那个学生很兴奋的跑来问我说：“西浩哥，你觉得这个地方聚会怎么样？各位兄姐，你觉得怎么样？不错哦，里面长这样。在这边团契聚会不错哦，可是1个月的租金，房东一开始开价3.5万到3.8万。我们那时候决定，不然我们用2.5万来拒绝他好了。没想到房东说好，2.5万成交，我就骑虎难下。但是我也不断在思考是，到底大专中心或者是所谓的教会，应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一开始期待的是，透过这个空间，让我们的学生有个更加能够凝聚、更像是一个家，而能够照顾他们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的开始在这边就承租这个地方2年，那今年要进入第2个年头，学生确实在这边感受到家，但下一个问题是，到底谁可以享用这个空间？只有团契的学生吗？于是我们开始在想一些事情，我们想要用一些方式，让不是团契的学生，就算他对基督教没有兴趣的学生，也可以走进来，或者是我们可以走出去跟他们团契。于是我们开始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开始义卖甜点，也为了我们暑假的福音队来义卖，来募款。那刚好我们有学生毕业之后呢，从事甜点业，虽然他本来念的是护理系，但是上帝的呼召带领很奇妙，他现在成为花莲很有名的甜点店的老板。我们就进了跟他合作，然后卖他的甜点，甚至我们还有教会的师母愿意制作甜点来帮我们一起义卖，还有学生做的手工果酱饮料。可是再下一步是，只是让人走进来，我们本来期待透过走进来可以分享甜点，可以跟他们聊天。我们也在想的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陪伴这些大学生，甚至这个社区东华大学所在这个地方的人们一起共生。于是我们开始办了一些讲座，办了一些活动。那特别在我们的台湾，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外籍生来台湾念书，可是我们却对他们是很陌生的，特别是从东南亚来的。所以有一次的分享，我们就邀请这些印尼来的大学生跟我们介绍印尼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我们还办了桌游趴，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喜欢玩桌游，而我们办桌游趴的时候，后来是非基督徒，也就是不是团契的学生来的比团契的学生还要多。我们确实在那个当中感受到，好像这群人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团契。而到最后要问一个问题是，可能在座的兄姐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从花莲来台北分享这些事情？当然不只是因为
士林教会的青年以琳，是我们过去在东华大学团契的伙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刚才许承道牧师有提到，教会互相的关怀。中会是一个教会，我们的所有的教会也都是一个教会。当我们在念使徒信经说圣而公之教会的时候，我们同时就是在承认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的每一个地方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一个教会。东部中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教会，我们一年的经常费预算是350万。我们大专部一年的经费，目前好不容易是拉到中会补助我们15万到17万。所以花莲大专中心其实是隶属总会，但是总会给我们的补助也是有限的。我们一年的施工费是20万的补助款，我们要另外再去募50到60万左右的经费。当然，感谢上帝，总会愿意全额负担我个人的人事谢礼。在东部中会有非常多弱小的教会，东华大学旁边就有一间教会，它目前的聚会人数是15到18人，而且都是老人家。各位，他们是不是我们的教会？对花莲大专来说，自学教会这些弱小的教会也都是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在思考我们如何成为一体，互相的协助帮忙。因此，在这边分享这些事工，也邀请各位兄姐可以为我们的事工的需要关心代祷。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林牧师哈，他们特别从花莲过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台湾其实不大，但是呢，你绕一圈，你就会发现差别很大。一离开台北市以后，世界就不一样了哈。所以我们住在台北的人哈，常常被人家说住在天龙国，有一点甘湾呐。不过有时候你真的离开台北以后，就发现上帝如何让我们在这个台北的地方，在士林的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成为其他宣教机构的一个分享或帮助。因此呢，我们今天特别延续上个礼拜在说长老执事的推选选派这个中间非常重要的。基督教信仰有一个概念，我们是一个管家，我们并不是主人。很多宗教信仰并没有去谈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关系，但是基督教信仰在说到每一个人，我们有个老板，我们自己也不是董事长，我们是总经理，顶多是 CEO。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都要交代。你有职权，你可以预备一些东西，你可以决定一些东西，这是你的职权，在那个职位上面的权利。但是你仍然有职责，你必须负担那个责任，有一天要交代。所以彼得前书4章10节这么说：预备来，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管家这个概念，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管家，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管家他必须要管理很多上帝所交代的，包括耶稣所提到的一个事情。一个管家，你手下有很多人，像路加12章在第42节这么说：来，主说，那么谁是那忠心又精明的管家？主人要派他们管理自己的家仆，按时定粮分粮给他们了。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主人来到就是要交账的时候，然后看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这个管理者就有福了。所以这个管家的概念是基督教信仰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问题是你要管什么？太多要管了。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8节，在提到上帝创造1天、2天、3天、4天、5天、6天，一切都美好。到第6天创造人的时候，说你要治理这个大地，要照护。那个治理本来有那个照顾、维护这个大地，维护成为一个维护者。那如果这样，我们管理这个大地，难道是向外吗？其实主耶稣提醒我们，最重要是向内。你自己这个贵重的生命，你怎么样的来管理？这个生命你怎么来管理哈？所以诗篇139篇第14节这么说：来，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你是我心生之道。这是我心生之道。我们刚刚有提到法国这个年轻总统，也不年轻，不过是总统要求所有的小学生、中学生要看卢贝松那样的一个影片，看到这个地球从高空上拍摄这个地球是一个奇迹啊！他们说这种的一个地球可以在这星空当中存在是一个奇迹，而人的生命呢是一个奥秘，在这个中间的生命是一个奥秘。所以诗人有这样的一个赞叹：
也因为如此，史怀哲他会提出敬畏生命的原因。每个生命都非常可贵，这也是一个管家最重要的地方。要照顾、管理生命，要照顾好这个生命啊，这是从敬畏生命开始的。可是怎么照顾好这个生命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生命的管理里面最重要的是那个传承，那个传承。动物一生出来，它就可以生存。如果我们看好多的影片，它一生出来，它开始就要吃，开始就会想办法生存。只有人需要有人照顾，只有人需要有一个榜样，需要有一个模仿的对象。人需要这样，动物它不需要，它就跟着妈妈旁边走，然后它就会吃，就会动，就会飞了，本能就出现了。人除了本能之外，他需要有模仿的对象。如果没有模仿的对象，我们看过，就会像另类的泰山。如果没有一个人，他就不像人哦，他仍然是有动物的本能，但他就不会像人一样。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像泰山的片子，这演的就是这样，他没有一个学习、一个模仿，没有传承。所以提摩太后书1章5节在提到这个图片，我们可以喜欢看到保罗在邀请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跟他的妈妈跟外祖母 say goodbye。这个信仰是经过这样传承给他的。一个管家在经营管理生命的时候，重要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带出这种传承，这种传承才能够让我们看到生命的重要。所以刚刚我们在看的经文里面，在提到这个管家这个字 oikonomos， 它是由2个字拆开的。上个月我们曾经分享到这个，一个是 oikos 是家 home， oikos 是这个家，另外一个呢这个家以外还有一个 nomos， 它是在讲法律，在管理，有权柄来管理这些事情，所以就管理家里的事情就叫管家，原来是这样来的。但是呢，我们从 oikos 延伸出来，当我们要管理的时候，它就不只是管理那个家庭的小家了，包括经济、物质资源，人类到底怎么管？包括这整个的生态、自然的环境，人类怎么管？我们说报里面有写到一个林怀特教授，他是美国的一个历史学的教授，他特别对基督教信仰有这方面很多的一个提出的一个反省。他说，因为基督教信仰让人以为我们可以管理治理这个大地，所以人定胜天啊，把这个大自然弄得不好。他把这个责任一部分归是基督教信仰观念的错误。这个引起我们在197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有很多的圣经的反省，叫做生态神学，有这方面很多的反省。这是自然资源的一个管理。当然，我们知道最后我们发现最重要是人跟人生命中间的一个管理。如果是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的话，像以弗所书说的，一个教会只有一个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教会、这么多教派呢？我也常常被人家问到啊，你们如果教会都变成一个教会，我就相信有上帝。你看我们中正路从远远的地方走来，就有一个牧爱堂，是圣公会的。再走过来呢，有一个教会叫做拿撒勒人教会。我们礼拜4的福音队小朋友我们去顺义博物馆、故宫那边回来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讲说，到教会来接孩子。就那孩子要等爸爸妈妈跑到拿撒勒去等了，那爸爸跑到士林长老教会来。你看从那条过来有圣公会，牧外在那也叫士林教会，是拿撒勒人教会。来到这边有士林长老教会，再过去还有一个教会叫天主堂，再去到过去那个桥华侨新村的桥里面还有一个什么恩堂再去到了那个中山北路有真理堂，有行道会的承恩堂。你转个角还有个浸信会在巷子里面。为什么那么多教会呢？所以20世纪教会反省了这件事情，我们就有一个 ecumenical 这种生命的连结，我们应该是一个大教会才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是一个教会。就基督徒从上帝所领受管家的职责，至少教会反省，我们应该有这3大方面，应该要一起参与的。一起要负责任的。而在这种管理上面，我们都知道，管家在管理上面，钱财的管理是最难的。钱财管理是最难。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他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这个财宝跟你的心是有关系的。那这个会不见的东西，到底它是不是能够帮你为你在管理的时候为你换来永远不会失落的呢？就在60年前63年前，我们都看过，很多人看过这个故事，在中南美的厄瓜多尔，有几个宣教师，有5个宣教师在那个地方殉职，中间有一个Jim Elliot， 他说过这句话，他说一个聪明的人会用永远不能永远拥有的东西去换得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这才叫做聪明人。我们今天常常想要管理，就是那个我以为我能够拥有的东西，不管是股票投资、银行存款、不动产等等，这是我要管理的对不对？我应该要好好管理这些那可是呢，他说，真正聪明的人，你要知道这些是你不可能永远拥有的什么是你永远可以拥有、不会失去的？用你能够现在经营的东西是会失去的不能永远拥有的。你用这个来换得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这才是一个聪明、一个好的管家，一个精明的管家。因为你在管理的不只是看得到的部分。所以我们最后要来看看圣经怎么提醒我们。刚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第一件事情，我们学到耶稣最重要的提醒：当你要管理你的财宝的时候，记得你的心是放在哪个地方。主耶稣警告我们，以钱财的关系，你看这位很漂亮的小女孩，她的眼睛是什么？所以有一个老师说你要看看你自己跟生命的关系的话，你把2个铜板，不管那铜板多大多小，放在你的眼睛，然后看看你能看什么。当这个如果放越远的时候，你看到的世界就越怎么样？就越大。这个如果越近的话，你看到世界就什么？越来就只碰到这2个铜板，不管这个铜板是5块钱还是50块，它就只有50块而已。如果离你越近的话，你看到的就只有钱财，你世界就看不到。那个你能够永远拥有的东西，你就看不到了，你就只能够看到这个不能够永远拥有的东西。所以主耶稣警告我们，或提醒我们说到，你管理钱财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你的心到底在哪，就会决定了钱财跟你的距离钱财跟你的距离，就决定了你到底会是在拥有钱财还是被钱财拥有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主耶稣的提醒。他今天特别有一个告诉我们的，我们常背的金句说，你不能够服侍2个主，不能够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马门就是财力，就是钱财。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耶稣在告诉我们，当每一次你在要管理、要设计、要预备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要看到它不只是在地上而已不只是在地上，你还要知道它在永远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先要来看看这个刚刚主耶稣有提到地面上的财宝会被虫吃掉，它会锈掉，会被人偷去。他用了3种比喻：财宝自己本身它会变质，它自己本身会变质，会锈掉。它呢会被外来的虫子把它吃掉，不管你怎么藏，或者是它会被偷掉。只有在天上，用天上投资的方式来去经营、来去管理，你会发现它会有所不同。那什么叫做在天上积蓄呢？什么叫做在地上积蓄呢？在地上积蓄我们都了解，这我们都会做。在天上积蓄呢，主耶稣特别提醒我们，上帝给你很多的能力，给你很多的机会，甚至给你很多的贵人。你有没有这种体会？走了这么一遭，你有没有发现有特别的情况下，上帝预备了天使帮我，预备了一个人帮我打通关，真的是这样不然的话，那个时候我根本走不下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为什么我领受比别人更多？所以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愿意帮助他，上帝就纪念你。这个是叫做积蓄财宝在天上。或者是上帝让我们管理钱财的时候，要有耶稣基督的爱，
在那个中间管理，我们这样才可以让钱财成为互相帮助的地方。这是主耶稣特别在提到的，当把你的钱财积蓄在天上。我们今天的周报一开始有写到，马丁路德500年前这位宗教改革的老师之一，他提到一个人，你相信耶稣，叫做 convert， 你归信，归信或皈依，皈依一个神明，不管是不是基督教，你有3件事情，有3个阶段，或有3个面向，你必须要 convert， 必须要改变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你的理性，你要认识他，你要知道对，要对他有一些认识，就好像基督教信仰，在约翰福音8章，我们看到耶稣告诉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会认识真理，真理会让你们得自由。我们要有一些认识，这是你第一个层面的一个皈依 convert。第二个呢，我们常说的是那个生命关系的归信、相信、信靠。我不是相信有上帝，我认识他而已，我还要信靠他，生命跟他有关系，我要依靠他。我相信有一个上帝，但是我更重要是我要跟他有连结，他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的救主。马丁路德说，第3个方面就是你的归信是什么？在 check 你的支票，你的金钱，你要把金钱也能够归依给他。他的意思不是说你就不要管你钱了，自己就到荒山野地当修道院，不是。他说在钱的运作上，你要让它发挥到成为你是主人，而钱是你可以运用在天上积蓄的部分。所以这个就牵涉到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了。归信上帝，那不只是理性上的相信，在你生命上的信靠，更重要的是你成为一个管家，在管理钱财的时候，你愿意为上帝，为了天上的事情，你所管理的钱财，它发挥了不可思议、加倍的一个效果。那个部分是因为你不会被钱财来控制，而是你愿意而成为钱财的主人，善用它。所以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耶稣特别插了一句话，他说：“眼睛是身体的光，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我们常常在说的那个心眼，你眼睛要看得亮，眼睛要看得亮，那2个铜板就要离你很远。如果那2个铜板离你越近的话，你的眼睛就越不明亮。那个2个铜板如果离你越远的话，你看到的世界就会够宽大。铜板仍然，钱财仍然在你的手中，仍然你在运用。但是当这个2个铜板离你越远的时候，你的眼睛就越明亮，看到的就越丰富，看到上帝所预备的是越丰富，看到我所能分享的地方就越开阔，这个就会成为一个自由光明的孩子。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特别想一想，你在生活各领域的哪个部分是你觉得你比较好管理的？你在每一天生活中间有很多部分，健康的管理吗？还是时间的管理？常常在小组分享、在带导的时候，会听到有一些人就觉得我应该要更恰当的来管理我的时间，好像事情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做。你会觉得时间管理难吗？还是你的一些资源管理？还是你的书桌上的归纳管理？很多人的书桌上东西一大堆，你觉得哪个部分你是一个比较好的管理者？你可不可能举一件事情或一个故事，分享你的了解、你的明白？聪明的人会用不能永远拥有的东西，去换得永远不会失去的东西。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成为一个生命的管理者，盼望每一位我们都能够晓悟，能够顿悟这句话。生命中间永远不会失去的是什么？我得到了吗？上帝给我那么多机会、能力，给我那么多的恩赐，这些会过去的，不能永远拥有的，但是上帝先给我，让我能够好好经营管理，有一天我才能够进入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马太福音25章，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这个给5000，这个给2000，这个给1000，然后让他们去管理、去经营、去营造，最后回来交账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讲那个1000的
主怎么跟他说？又懒惰，好又不努力的。主怎么跟那2个5000跟2000说了？他说：“好又忠心的仆人，你进来有2件事情，不是进来翘脚喝咖啡看报纸，不是哦，你进来享受主人一切的美好。然后呢，我要交代你更多，我要交代你更多。所以，我们能够拥有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会再继续参与在上帝的创造中间。想一想，在我现在生命中间，什么是我现在拥有，但是不可能永远拥有？什么是我期待拥有，它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我如何用现在可能会失去的东西来换得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今天，因为配合我们教育馆的兴建已经好几年了，对不对？大家常常来看这教育馆什么时候会好？再来这几天，就是营造厂他们要提出使用执照的申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执照的申请能够比较顺利。因为拿到使用执照的意思就是，里面虽然内部装潢还没好，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就可以自由进出了，好，就可以自由进出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使用执照再来台湾动员，这个礼拜要提出申请，然后他们会来检验，会来看，希望在2-3个月内可以顺利取得使用执照。所以在配合使用执照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一次就是小猪回家日。如果你今天有带小猪回家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短片哈，你可以这个时候把你的小猪拿过来，我们也顺便看一看我们在过去这3年，来，我们先把小猪拿到台上来哈，看看过去这3年哈，我们这个教育馆动的这个小猪的奉献是在你平常，我们可以自己奉献上来哈，你平常放铜板下去的时候要放一个祷告，放一个祷告。我们有一个经验，就你看它开始拆掉了哈。有时候你会觉得奉献好像是一个，我可以奉大笔钱，就是我们在这个地基下面放我们的签名，你还记得你有签名吗？还有圣经，就在地下3楼的地方哈，我们有埋了一个圣经下去哈。这个，然后你又看它开始盖起来了哈。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一起放在祷告中。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它非常重视，小心了，非常重视在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所以这个小猪的奉献非常重要一个功课是每一天当我们铜板投下去的时候，我们献上祷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见堂见人的关系。好像每一次你放小猪奉献进去的时候，感觉不会那么痛，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有没有祷告在那个地方。我们在每一次的奉献中间，你都会经历到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当你把自己奉献上去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割舍。小猪的奉献最重要是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奉献的可能是7位数甚至8位数。7位数、8位数奉献的时候，心不会痛吗？会有感觉的，你不痛也会有感觉。但是不管是在这种数目上面的感受，或是在每一次铜板的祷告中间，我们盼望所建造的教育馆真的能够为主所用。所以我们会看到过去这3年来，看起来工程进度很慢，尤其我们在巷道里面对邻居的影响很大。我们只要打个那个水沟，1999马上就有人打。原本在其他的工地，他可以做8个钟头的工，常常在这个地方做不到2个钟头。那个主管单位来，你就不得不停工等他，给你看一看、测一测什么，那天就去了。很多这方面哈，都是在这个工程中间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在巷道之间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执照要提出申请，就表示是某一个快完成的阶段。盼望使用执照拿到以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管家，在这个社区，在士林地区这个地方，能够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我上个礼拜也分享过，
已经跟神学院再来新的院长也提过，会有一个整合成为一个推广部神学院。我们是离台湾神学院很近的地方，我们也盼望教育馆新建起来以后，能够成为台湾神学院在这个地方推广部一些课程能够开课的地方。这样对我们士林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就更方便了，不管是选课或一起受造就，这也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刚刚读了经文有告诉我们要忠心又有见识，所以不是只是愿意，还要必须被装备。昨天下午主日学老师再一次的聚会，常常要彼此，不管是你在班级的经营、教材的编写，或是讲课的一个操练，这些都是你必须要有的见识，要有的专业的训练。我们看到我们的招待，看到我们整个教会服事的各种开始敬拜的敬拜团，除了有忠心以外，还必须要有见识，要有专业，要有训练。我们看看我们能够有那么多的影音同工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为我们预备，他们不只是忠心而已，他们还必须要有见识、有专业、有训练、有装备。所以这也是我们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将自己再次在主面前说：“我愿意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求主来用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为我们预备一切，也感谢圣灵常常感动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忠心的好管家。特别在钱财的管理上面，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如何让主高兴，让财宝积聚，真的是在天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是风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是风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被兴起，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势。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现在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奉献。你的恩
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请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与钱财有复杂的关系时，怎么来学习用爱心分享，以信心来倚靠，奉献在你的国度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请坐。你爱是我苏醒，重新来过，圣洁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激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其实你赎回，如鸡蛋的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外口天气炎热吼，不过咱心肝赶快热烈。啊，咱只开始咱的家预备敬拜。啊，咱今日练习2首诗歌吼，2首。第一首咱先练习372首。主上帝有丰盛活命主爱吼。咱先练习372吼。啊，主上帝有丰盛活命主爱。来，咱大家先开咱头前的这个圣诗第372首。这首诗歌是大溪地啦吼，咱啊迄个囡仔时阵，也是咱读册的时阵，就看了高更吼，咧画迄个大溪地的女人吼，咱就知迄个所在。啊，这个音乐大概是这个样子吼。啊，迄个咱唱的时阵啊，标一个舞吼，总咱看迄个乐曲的时阵，下底舞吼，啊，你就刷接啊舞过吼。啊，咱先全部先唱一届。啊，第2届的时候，咱正平唱，倒平舞，倒平唱，正平。吼，咱来练习学习，好无？来，咱开始来，咱先念一届，歹势哦。来，主上帝有丰盛活命主爱，你的话创造阮，组掂世界第2站。感谢主将乡土赏赐予阮，赞阮欠熬珍惜环境资源第3站。阮奉献落落成果做礼物，求接纳通伫地上敬光你。后来咱做阵来念一遍，后来。正平听主旋律啊，好来。
还是阿门的意思哈。来，咱稍接献开圣诗第2首哈。圣诗第2首来，咱能共款来念一解吼。来，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阿乐上主尊名。圣哉圣哉圣哉，掌理天地甲海，阿乐上帝至尊至权主宰。第2站，圣哉圣哉圣哉，万圣拢敬拜，免流感恩。尊荣奉献伫宝座前，千千万万天君美丽阿乐敬尊，出声感谢永远上帝大恩。第3站，圣哉圣哉圣哉，全地全主宰，万民大声吟诗阿乐上帝慈悲。圣哉圣哉圣哉，尊荣到万世代，阿乐三位是独一大。在好来最灵修。阿门。这是做伙来礼拜，请奏乐。
看天甲遮个天的天，地甲地上所有的，拢属耶和华你的上帝。耶和华独独欢喜你的列祖，听因紧因的予的，伫万百姓中，就是恁遮的，亲像今仔日就是。请做伙来吟信诗第2首，信在信在信在，吟全首，请起立。请三角额头来祈祷。阮伫天里阴光的爸，伫你所定着的主日早起，阮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阮要学罗你至大、至信、荣耀的名，因为你是掌管天地的大主宰，万项拢要幸福伫你的骹下。阮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感谢你听阮，差派主耶稣。为着世间人完成救赎的恩典，感谢天父上帝赐下甲阮同在的信心，伫信心的引带带领下面，互阮得到平安喜乐。感谢人生的上帝，求你真理的光照阮的心，互阮看见家己的软弱甲背逆，开阮的耳孔，互阮听见你的声音。求你赦免阮所犯的罪，求信心提醒。教示帮助阮来改变，互阮结连伫基督，我靠主耶稣来过得胜的生活。你是赏赐阮智慧启示的神，求你互阮的心目得到光明，互阮知基督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基督的赏赐伫信道中因光的不到怎样，帮助阮伫困难的处境中犹原专心仰望你。听候你的作为，互阮伫信心的劝勉、教示下面，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求你掌权伫阮的性命，互阮对你的认捌，毋若停伫知识层面，是对深信所在来带出信心的行为，通行伫你的道路顶面，将阮的心对世界转向你的国度，甲你福音的使命。互阮伫现今纷扰的世代中，会通谨慎追求主同在的满足，赢过世上的荣华甲富有。互
互阮生命有方向，生活合你的心意来应光你。感谢你，互教育馆已经要来申请使用执照，求你互一切顺遂，互门口埕的工程顺利无延迟。求主你全能的信手来保守引带教育馆刷来的工程。阮要为教会七区牧养事工甲中级基督，求主带领互中级成做上帝羊群的固守大道的。愿你赏赐互树林教会，成做健康丰盛的教会，伫树林地区做光做盐。教会，阮的家会当成做互解的使者愿望的记号。求主看顾赏赐台湾通转化，伫国际上会当有正式的国家，有正式的名。阮也要求你带领阮当中身体欠安的兄弟，求你甲因三角伫地，你会推你的怪马扶持安慰因，成做因病痛中的帮衬。阮将今仔日聚会的时间，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圣神引带，互阮伫礼拜中甲你相拄。求圣神甲阮逐人同在，也甲科牧师以及服侍每一位同工同在。坚固阮的手所要做的工，互今仔日的敬拜成做芳芳的祭献上，得到你的感乐。即时，阮也要做伙用主耶稣教示阮的基督文来祈祷。阮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心传了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公读新的诫命做咱的信仰告别。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相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三角来交托启文，启文第一篇。申命记第6章，以色列啊，着注意听，互恁通照上帝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啊，着注意听。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帝，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个话，着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就写伫厝的门徛。三角来读上帝话，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4节。台语汉语版伫咧新约第6页，和修本伫咧新约第10页。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4节，无伫为着家己借助财宝伫地里，有通甲先拍歹，也有插亚空头体的所在。独独为着家己借助财宝伫天里，通甲先无拍歹，也无插亚空头体的所在，因为恁的财宝伫遐。恁的心也要伫遐。身躯的灯就是目睭，你的目睭若金，通身躯就光；你的目睭若灰，通身躯就暗。
你内面的光若暗，迄个暗偌大啊！无人会服侍两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也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为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信歌队。信歌队所要学落的诗歌是：上帝有丰盛换命之爱，甲主找见我。主上帝有丰盛换命之爱，你的话创造阮所念世界。感谢主，将乡土赏赐阮，将阮欠熬珍惜环境资源。阮奉献劳碌成果，做礼物，求接纳通伫地上荣光你。无风险我
阮，求信心充满阮，奉主的性命，咱会当出去传福音。讲道请本堂柯牧师，伊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管理钱财。感谢上帝，互咱踮伫伊所定着时间三甲来敬拜。咱顶礼拜有特别提起讲，10月初6，咱教会要开会员互会，选举长老甲执事。这中间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积分，也是讲受推选做干部、做同工啊。咱特别为了这项要紧教会的事工来祈祷。伫个这受推选出来，这同工一个真重要的职责。就是诚做一个咱所讲的，敢若亲像管理者共款，所管理的是上帝所交托互咱的，毋是咱家己有甚物款的投资，还是咱家己有甚物款的能力在调。踮咧教会所有的服侍，迄个投资者是上帝，所以即款管理的概念是基督教信仰特别有的，去踮咧其他的宗教信仰真罕得去看到即款代志。所以咱下个一摆提醒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咧甲咱讲，到底要活是为了甚物在活，做是为甚物在做。有当时咱一日过一日，较看活，想衰歹过日子，对吧？一日过一日，颠倒较爽快。啊，你若想衰哦，就歹过日子啊！已经这1、2年来，法国迄个总统。法国的总统，伊的看守是伊的老师啊。咱知影，这个法国的总统，即个伊做总统有名，伊的太太和伊搁较有名吼。伊这2年一直咧要求法国的小学生、中学生都爱看一个底片，卢贝松所拍的这个地球的影片。我想咱踮咧咱顶头真侪人有看，还是你顶去 YouTube 去看。伊安尼拍出来这个地球顶头的活动吼。实在是真奇妙，所以讲地球的存在，其实是一个真大的奇迹、奇迹啊！踮咧这个宇宙中间，咱所找会到的，目前就敢若地球，伊的变化有活命，踮咧这个所在吼，你咱看落去伊所拍迄个片，但是伊讲人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是一款奥妙的秘密啦、奥秘。地球你看会到，敢若像神力共款安尼存在，但是人的生命吼是一个奥秘。为什么来？要往倒位去？到底踮咧这个世间拍拼咧创什么？含这个地球三甲斗阵，咱到底咧经营什么？这实在是个奥秘。所以法国的总统伊特别爱中学生、小学生好好看这片，帮助因去想着讲咱生命的意义。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的信仰个别甲咱讲，咱期待。上帝互咱恩赐才调机会，咱会当成做和解的使者，会当成做愿望的记号。咱去的所在，促成更较多对话、合作、欣赏、尊重。咱参与的所在，互人会当看到将来的愿望、头前的方向。所以，咱就毋是干那踮伫咱属灵教会踮咧参与服侍来尔，咱嘛参与伫咧真侪无共款的领域。尤其我常常咧讲到，咱台北中会有101间的教会，台北中会吼，咱是中间的一间。咱台北中会，咱属灵教会嘛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70几间教会中间的一间。咱关心真侪其他的教会，伫咧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间嘛有一寡宣教的机构，无论是咧做即款渔民、做劳工、做妇女，还是做校园宣教，咱所在诶学生中心，这拢是无共款。的领域，咱愿望会当互人更较侪经验到福音所带来的和睦甲愿望。所以咱今日真欢喜，花莲大专学生中心的主任林世浩牧师伊伫咱中间，要甲咱最近来分享到花莲大专的一寡事工，吼，咱请林牧师来。各位属灵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柯牧师以及咱教会中职同工愿意接纳阮学习中心伫遮甲大家来做一寡的分享甲介绍。但是我个人要感谢属灵教会。其实我伫20年前，我伫东吴大学读册，
虽然我的母会是同教会，我逐礼拜拜六礼拜拢转去教会服侍聚会，但是因为属灵教会接纳属灵中青团契，伫即个所在聚会，所以互我伫大学的4冬有真好的机会，伫遮会通甲属灵中青的遮个同伴做伙来聚会，做伙来接受造就。因为属灵教会对早起到即马拢关心接纳属灵中青的原因。帮助我以及侪我的学长姐、先辈，还有学弟妹，伫这所在接受真好的造就，影响到阮的性命甲信仰。所以我个人嘛要伫这所在，属灵教会各位兄姐说多谢，真感谢各位兄姐对属灵中青团契的关心甲支持。花莲大专成立到即马已经是第12冬啊，第12冬。伫我分享之前，要邀请可能各位兄姐较明白的一位姊妹陈怡玲，伊嘛是阮花莲大专的学生，伊大心要来甲大家来分享，伊伫过去大学4冬内面经验着什么款的团契的生活。怡玲。大家平安，我是陈依玲。我的台语毋是真好，所以英文我用国语来分享。好，大家好，我是陈以玲。那从小到大呢，我就一直在信营教会聚会，并参与服事，还有团契的聚会。那我非常感谢上帝。他让我能够在这么重视信仰传承跟宣教的教会中有好的学习跟成长。那这也使得我在变得想要在大学的时候呢，也可以寻找一个能够让我稳定服事聚会的团契。那在我大学的团契当中呢，我发现跟我国高中时参加的少年团契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聚会之中呢，我们会探讨许多不同的社会议题跟信仰之间的连结。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花莲有许多的原住民族嘛，所以呢，我们也会探讨很多多元文化的信仰价值。那牧师呢，也会在查经班的时候，带我们从不同的诠释书来认识上帝。圣经有不同面的观点这样。那再加上我们这个团契呢，是聚集了非常多来自全台湾各地的同学，所以大家的成长背景都很不一样。那自然的，我们所经历的上帝也会很不一样。所以这个团契对我来说，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开了我新的眼界的地方。那对于在外地念书的我来说，上了大学后的生活真是非常多彩多姿的。那除了能够掌控家人的可以脱离家人的掌控之外呢，我也更能够对我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有自己的规划。那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学习。那我也知道上帝他非常爱我，因为他了解我的需要，他知道我是一个如果没有信仰在我生活当中的人，我可能会越来越偏离上帝的道路。所以呢，因此花莲大专的花美团契也就成为我在大学时继续持守在信仰这条路上很重要的陪伴。那从花莲大专成立以来，学生总是来来去去的。那这10年呢，没有变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大专工作者跟义工辅导，他们很忠心的在委身在花莲服事，然后也持续的关怀我们花莲在地的大专生。那我个人觉得花莲大专是非常受上帝看顾与爱戴的地方，让在花莲念书的学生，我们有这么好的辅导，然后持续的被关心。那在我眼里呢，他们也是一个神很忠心的仆人，也是我眼里的好榜样。那可能有些人心里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大学生呢？大专生有什么好关心的？其实我上了大学，我也才发现，原来我身边一直有很多曾经有过，或者是现在仍然有的心理疾病的同学，就在我身边，是很近的。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自我的价值然后
觉得不被认同，然后就伤害自己。那也有人因为在寻找自我角色的定位上觉得很迷惘，甚至有人会因为长大，从小到大他都是被家人所期待，而心里产生的压力也有等等的。在大家一起团契、互相成为肢体的过程，我觉得上帝更是提醒我们，无论他的孩子呢到哪里去，无论我们现在变得怎么样，无论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的处境怎么样，我们都是值得被神所爱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不明白他为什么让我们去经历这些。然而在箴言的3章5到6节说到，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你的神，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很感谢神，在我年幼时就能认识主耶稣，同时也有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们，甚至很多弟兄姐妹的关心跟照顾。那更透过花美团契，使我能在团契中能够持续守在神的道路中，并学习更专心的倚靠神，仰赖他，将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谢谢。非常感谢伊玲的分享，嘛要感谢树林教会真正栽培遮尔好的青年，来到花莲大学的时阵，诚侪阮的团契以及侪大学生的帮助甲祝福，所以我嘛要伫遮感谢树林教会对伊玲的关心甲栽培。其实拄仔伊玲所讲的这一切，拢伫讲一个代志，就是团契。什么是团契？可能咱讲到团契，想到就是什么时阵伫某一个所在的聚会，总是实际上团契。伫圣经内面讲到的是，伊的原文是 koinonia， 伊原本意思是交通、交流、结连。所以通过伊林所讲的，其实团契的聚会是帮助咱每一个人、甲上帝、甲别人、甲家己以及这个土地，会通建立迄个好好的关系，互相彼此的分享、交通、交流。所以，伫阮的花莲大专有遮尔侪团契，无论是伫东华、慈济，也是大汉，通过遮个团契聚会以及遮尔侪活动，其实拢是甲每一个遮个学生做伙来学习，什么是团契？咱敢有法度会通甲别人、甲这个土地、甲上帝有团契的确立？其中有两个代志，要甲各位兄弟简单来做介绍。一个是阮的有一个暑假有一个营队，叫做小星星教育生活体验营。吼，这个活动是伫台东的新港教会、新港的新港教会。阮两个礼拜营队去遐是要做啥物代志咧？一个是去带囡仔，我想咱的暑假营队都去带囡仔来认识上帝。总是更较重要的是，就是这个营队的概念是过去咱国务司伫台北大专的时阵，伊开始来推动一种的营队的观念，就是这个营队，咱去迄个一个偏乡的所在去服侍，不只是去服侍，同时嘛是迄个所在来学习。所以，阮伫新港迄个所在学习啥物物件？进产。去认识土地，其实即摆学生，大家拢会食物件，总是毋知影迄个物件是怎样不出来的，可能还以为西瓜是种在树上面。好，所以阮嘛带遐个囡仔来做伙来知影讲，要安怎来进产。新港是一个真大的渔港，阮嘛去迄个所在去认识鱼。啥物是鱼？鱼是做啥物款？渔业对台湾来讲有啥物款重要的意义？所以可能遮个学生过去知影啥物是旗鱼，总是无看过完整的旗鱼，可能都是看一地的旗鱼。掠准讲旗鱼就真做迄款，所以看到这个破雨线，就感觉就原来旗真做即款的。伫迄个所在，阮经验到侪无共款的代志，嘛去学习通过新港教会本身去电动的遮个事工。做伙甲教会的兄弟来学习，对遮个学生来讲，伊开始来思考，到底啥物是教会？到底等因要大学毕业以后要来做啥物？对于家己故乡会通有啥物款的贡献？这个学几学校嘛，对一开始十担进前的一开始的50个学生、60个小朋友，到即马是120个左右的小朋友会报名参加，就是新港的这个市区。差不多有1/3的学生小朋友会来参加这个营队。还有一个是，这是金马郡的学生中心。
其实花莲大专这12档是世界去找所在来聚会去说厝。去年6月时阵，拄好，阮原本说厝的所在租约到期，阮开始烦恼讲，过来咧要去啥物所在来聚会。拄好有一个学生甲我讲，4号哥，这个所在袂歹呢。这原本是一个餐厅，若是伫这个所在，即款的所在聚会，毋知各位兄弟你感觉安怎？袂歹吼，袂歹吼，真舒适。总是吼，这厝主讲吼，一个月税金。那个租金袂讲介济啦，35000、38000，惊听一个惊一条，遮尔贵。阮遮个同工讨论以后，就甲想讲，无阮甲这个厝主吼讲25000，想要用这个价值来甲你拒绝，无想到厝主讲好。所以阮环的单专对去年的7月开始，就增加1档30万的。租金，总是对阮来讲，阮开始来思考，即款的所在确实会通对阮的学生中心、对大众的福音事工，真做真好的帮助。通过这个空间，或者个团契学生，真正有一个真舒适、亲像家有家的感觉，一个聚会的所在。但是阮嘛开始思考一个代志：到底什么人会通来使用这个所在？到底什么人会通来使用咱的教会？所以，阮就开始想一寡代志，是想要通过一寡活动来帮助，毋是团契学生会通建立来，甚至是阮遮的学生，阮即个学生中心会通建立起伫社区以及大学生的中间。阮就开始有一寡的活动，比如讲有义卖活动，互遮的学生愿意建立来到阮的学生中心来休困、来抬讲、来写功课。嘛，通过这个义卖来为着阮暑假拄仔讲迄个营队来募款。后来阮嘛想讲，会通办一寡分享，邀请遮的好朋友来分享伊的性命故事，来互遮的社区的人，也是大学生，通过因的性命的故事，明白耶稣也嘛好，也是讲会通来思考，到底因要安怎来面对因个人的性命，也是帮助阮来明白无共款的人。拄仔伊有讲到。伫东华大学有原住民，实际上伫东华大学，阁有一群对印尼来的学生。各位兄弟，咱对日本、韩国可能真熟，很熟，毋过印尼咧，咱敢知影印尼是啥物款的国家？所以通过这些学生的分享，我嘛开始小可了解原来印尼是啥物款的所在。后来我嘛有一寡的活动，譬如讲即款的桌游趴，因为即卖大学生就意爱耍桌游，阮嘛通过桌游趴邀请毋是团契学生，会通来到咱的中间，阮的中间，甲阮做伙来分享结连。有可能对影呢邀请因来到团契，嘛有可能对影呢随便因后来无要来团契，但是有可能通过彼此的分享，阮会通真做因的帮助，做伙陪伴因来行过大学的生活。我遐要来讲的代志就是。各位兄弟可能听到即马，你想讲为虾米阮要对华人来到这个所在，甲大家来分享？不只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各位一个代志是拄柯博士有讲到，咱是一间教会，树林教会是一间教会，台北中会是一间教会，实际上所有的教会拢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是一间教会，这就是咱伫使徒圣经讲到的。咱相信一个信共同的教会的意思。东部中会，也就是花莲大专所徛伫迄个东部中会，花莲大东这个中会，阮拢总是34间的教会。阮一档的经常费是350万，阮只有350万。阮中间有侪真细间、真独小的教会。总是这教会犹原真拍拼，想要伫福音的事工顶面来为着上帝来拍拼。总是因中间欠侪资源，欠人，欠钱。譬如讲，东华大学附近有一间教会，集合教会，伊即卖聚会的人数只有15个到18个。咱会当想象即款的教会，真正是敢若真困难做啥物。但是阮望学生中心会当甲即款的教会合作。伫福音事工顶面来拍拼，
所以邀请各位兄弟为着阮的花莲大专的事工来关心大岛，我嘛相信对安尼，相信嘛是支持阮东部中会才会教会，互阮花莲大专会通真做才会教会帮赞甲祝福。而且过一摆，感谢各位兄弟，嘛感谢柯牧师，以及教会的长职，多谢。迄款厝安尼租讲25000，你有想要去住无？啊，25000安尼咧，踮台北哦，若租这款豪宅哦，嘛着爱可能着爱6位数以上哦。不过真要紧的，就是咱会当三个学习，当教会咱成长到即款规模的时阵，上帝交代咱做的，就要甲咱讨搁较多。上帝交代你偌多，伊就是意爱你会当去善用。所以咱顶礼拜有咧讲到。当咱推选长老、执事，也是讲遮同工干部出来，包括咱家己本身，咱嘛是踮咧回应一个生命意义甲永远的价值的一个积分。上帝互咱一个积分，互咱生命中间一个定位，就是要互咱会当去经验伊所享受的丰富，以及伊所互咱的一个使命。所以踮咧树林教会这几年中间有一摆。碰到有长辈咧讲，牧师啊，你若来甲阮树林教会哦，拢毋捌讲奉献哦，来甲咱教会拢无咧讲奉献。其实要讲奉献前啊，都爱先知影讲，咱是一个管家，是一个管理的人。咱毋是有足侪物件真好个，所以咱要奉献，毋是。其实伫个奉献本身有一个前提，都爱知影家己是一个管家，迄款的奉献，伊是一个回应。所以，踮伫个彼得前书第4章第10节，咱来读台语吼。来，逐人照所受温书3服侍，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这款管家的概念，伫个基督教信仰、伫圣经中间特别清楚。其他的经典你看袂到这款。讲管家的意思，就是你顶头有头家，你家己毋是做老板，顶头有头家，你可能一家是总经理，还是 CEO， 咱就是安尼。咱有一天爱交代，亲像讲，管家你有一款的权，你会当管理，但是你嘛有一个责任爱交代，上帝交代，这是咱的圣经咧看到管家同重要的所在。一个管家，既然叫做管家，伊就要忠心，所以伫咧路加12章这段吼，主安尼讲来，主讲，什么人是尽忠在办的管家？主人要设立伊。来管理伊家内的人，照时发米粮，互伊拿。伊的主人来看去伊安尼行，迄个路步有福气。所以一个管家，伊咧管理的时阵，伊就要有忠心。吼，踮即个所在，伊来管理，爱个照时，爱个照时吼，应该做啥就爱做啥，这是一个管家真重要的所在。所以咱拄仔咧讲了，即个管家领受积分。然后照应该做的去做，有一个权限啊，这个互咱发现咧管理各种的物件，圣经的观念中间同样啊，你管理的是性命，无任何一项物件比性命互你更较贵气，吼，无你所管的其他拢叫做身外之物，对吧？但是一项你爱管理的是身内之物啊，就是性命本身。所以管理性命吼，比管理其他更较歹管。要安怎甲家己的性命管理好？常常踮咧小组分享的时阵，拢会当听到兄弟姊妹互相带祷，像带祷讲我暗时会当较好困吼。即摆敢若亲像困是一个真大的挑战，要会当好好休困无简单哦。过来我望我时间安排会当较好势，做一个好的时间的管理者，身体健康的管理者，时间的管理者，咱发现这。原来甲我这个性命有关系，其他身外之物要安怎去管理？嘿，足侪人会甲我教，毋过要管理家己的性命，实在是真无容易。要管理这家己的性命，毋是干那我处理好就好，管理家己就好，毋是安尼，毋是遐简单呢。有当时咱看到是大人、爸母、甲囡仔、甲青年人三甲斗阵，青年人也是讲有的囡仔吼。看这看迄，管这管迄，咱常常会听到大人讲一句话：，甲你家己管好就好啦，捌听过哦？你家己管好就好啦，毋好共插遐济。
咱是活伫个关系中间，咱无可能讲甲家己的关系、甲家己的代志管好就好。你甲家己管好，代志袂煞。边仔若无管理好吼，即个人管甲搁较好，去甲外口嘛是乱去，对吧？所以绝对毋是干那甲家己管好就好。生命中间有一个要紧的代志，迄个你爱去知影要安怎去尊敬，要安怎去欣赏，要安怎去敬畏。诗篇139篇14节安尼讲吼，来，我要感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通行，你的所做奇妙，这是我的心。你的心有深知这项？上帝创造你极其奇妙，你敢有知影这项？你有去感受到家己受造是一个真奇妙的作品无？诗篇139篇，这个作者伫2000多年前来侮辱上帝，嘛是因为这款的奇妙，所以史怀哲伊特别咱知影这个医生，伊咧讲到敬畏生命。对伫一个生命，你看别人，毋是干那尊重、欣赏、鼓励那尔，你爱敬畏啊，用一个敬畏的态度来面对生命，面对家己。那安尼的时阵，咱就知影要安怎管理、固守这个生命，是咱管家同重要的功课。把家己的生命管理好、顾好，会当应光上帝，会当将伊所予咱的才调来发挥，这是生命中间真重要。这问题拄仔讲过，毋是甲你管好就好，毋是甲家己管好就好，因为这个管理生命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伊的传承，伊的传承。保罗写批互提摩太，甲提摩太安尼讲吼，来念着你心内无假的信，这个信是事先点伫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罗尼基，我深信这个信也点伫你。这款的信已经3代，信仰3代传承，所以咱知影。这个信仰、这个生命的管理，伊必须要有好的模样来甲伊互伊学习。人需要有榜样来模仿、来学习。动物一出来吼，你看 Discovery 也是看电视，伊一生出来吼，伊就知影要找恁，知影要去安怎生存，这叫做生存的本能、本能。但是你若敢若生存的本能哦，袂叫做人。一个人出来哦，就出世。阮当爱有人甲请、甲培育，伊爱有学习的对象，爱有模仿的对象，安尼伊才会诚做人啦。若无学习的对象，就诚做咱看电影《另类的泰山》，捌看过泰山迄款电影？伊无人通学习，所以伊要学习什么？学习点伫咧树林内面遐动物啦，变做敢若甲动物共款，但是伊本质毋是动物，伊是一个人啊，是一个人。所以人的生命的管理同重要。咱必须要有传承，哦，一代一代有人通好互伊学，这个人才正做人啦。咱讲这唔正人，为什么？可能学习的机会无多。所以圣经咧讲到管家的观念真重要，就是生命的管理。生命的管理必须要有传承。那呢，咱前13捌讲过，这个管家，这个管家伫希腊文就是 oikonomos， 伊是2个字分开。oikos 是一个家，home 是一个家庭，一个家。然后 nomos 是咧讲到法律，你有管理的权，管理的权。对 oikos 这个家，伊所演变出来的这个家，唔係干那我徛起大这个家庭安尼，伊变做是一个真大的家庭。所以咱会看出来的，包括经济顶头物质资源的这款的管理，包括自然环境这款的生态管理。包括社会关系、教会关系，咱讲普世关系 （ecumenical） 这款的关系。伫1970年代，有一个教授林怀特，伊写一篇，伊是历史学的教授。伊讲咱今仔日吼，会甲世界地球安尼创甲遮乱糟糟吼，甲基督教信仰有关的。基督教信仰吼，看到创世纪了，做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咱人就是这个地球、这个世界的主人。我想要做什么，就照我自己的喜欢去做。结果把咱的生态环境破坏，甲变哪里？这本册影响到信仰团体，真侪基督徒、真侪这学者来反省，所以咱要走出来生态神学、生态神学
来反省讲，信用敢安尼甲咱教吗？圣经敢甲咱讲人定胜天吗？倒转去创世纪来看上帝交代咱是甚物。所以在讲到管家的时阵，就毋是干那你管家己管得好，甲你的家庭管得好，甲你的户头管得好，甲你爱付的贷款管得好，毋是安尼咯。诚做一个教会，咱面对这个时代，咱应该爱有物质资源的管理、自然环境生态管理，包括社会人甲人关系，包括咱甲其他教会的关系，要安怎管理用好。中正路按迄边行过来，大林桥过来，你就看到母爱堂。母爱堂是甚物教会？圣公会。搁过来外远，你就碰到一个嘛叫树林教会，在文昌路的路冲遐，迄是拿撒勒人教会。搁过来一点嘛，就咱树林长老教会。搁过去一点嘛，天主堂，天主教。搁去迄华侨新村的桥内面嘛，一间甚物？对，啊，搁过去去到中山北路，你看到行道会、承恩堂，啊，搁有真理堂，行啊来搁一间浸信会哦。去到福林，过中山北路过去，搁一个什么永教会，去边搁几落间。都有人讲啊，恁教会遐尼多，我叫我要去倒一间，这就是咱教会要有一款的结合，所以咱捌听过有联导会，也是伫咱长老教会有这款的中会。这是真重要，迄教会普世观念，拢是管家。你我，咱诚说管家真要紧，服侍点。所以管家毋是咧，敢若甲我的厝管得好，甲我的钱管得好，但这个部分真重要，是敢若咱伫这无共的层面，诚说管家。所以伫这管家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特别看到耶稣互咱的提醒，为什么咧讲到财宝的管理真重要？因为你的心会往迄个方向去。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就安遐去。你的财宝若顺入这地面上，你的心就敢若看地面上。但是咱要安怎看天顶的代志？63年前，踮伫中南美洲有一个真重要的事件。5个宣教师大学毕业了啊，宣教师去伫个中南美洲遐巡道。中间有一个John Eliot，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一个聪明的人。伊会用袂当永远拥有的物件去换迄款永远袂失落的物件，这才叫做聪明的人。所以你都爱管家，都爱晓分别，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远的。然后上帝互咱机会用暂时的去赚到永远的。啊，你哪会阁一直咧过迄个暂时的啊？因为暂时的有一天你会无去啊，你就无去啊，你要安怎用这暂时的来去？赚到永远的，这个殉道者，伊咧讲到这款的一个见证。所以，当咱管家要讲到管理钱财的时阵，就要有这款的观念。无论你投资什么款，要安怎用投资的去得到永远袂失落的，这才是一个真正好的管家。所以，当咱咧讲到上路尾，耶稣用今仔的经文咧甲咱讲到这个金钱的管理的时阵，咱知影。就敢若像这个小姐，伊目睭是啥？这两个动线会决定你的心伫倒位。你所投资的是地面上还是天顶？当这两个钱若放在目睭的时候，你看到啥？我看到啥？一个50块，一个5块，伊的价值就伫遮了。但是伊若到我愈远的时阵，钱啊，搁伫我的手头，啊，搁是我的管理。但是我看到世界变怎？无共款。我看到世界变足大。不过是一个50块，一个5块，我看世界无共。钱若甲我愈远，我就敢若从看到钱来尔，敢若像守财奴共款。但即个钱来当愈远的时阵，共款是伫我的手头，共款互我管理。但是我看到世界无共，即两个钱的效果会无共款。这是耶稣所咧甲咱讲积资财宝伫天的意思。毋是讲叫你甲卖厝卖掉，甲你的股票拢卖掉，钱拢奉献互树林教会，毋是即个意思啦吼。我嘛毋敢安尼讲。但是你都要互你的钱，伫你手头的钱，甲你有够额的距离，伊则袂成做你的主人。即个距离若太近了，就变守财奴啊。即个距离若有够远，你会再当变做钱的主人。所以咱今仔日一个真重要的功课，就是咱要奉献即只猪仔互上帝。这是配合咱会使用即条的使用，咱请音控室把迄个短片放出来吼。
因为咱过来就要申请教育馆要申请使用这只，所以过去这几年，咱有奉献小猪啊。这个小猪的奉献，重要紧是你的祈祷。若无对祈祷开始你的请，咱今仔日有一个小猪的奉献。奉献的不是干这只猪啊，奉献的是你的祈祷。所以咱今晚请小朋友将这个钱摕来头前吼，来老师来甲咱道歉多一个吼。咱教育馆的建筑委员，伫过去这3年用这个钱，同样紧是迄个祈祷，我要讲哦。啊，若无吼，为着点算这个钱吼，啊用足侪时间呢。你爱甲迄个家破，啊算的可能几千块啊，连一只猪来尔。所以有的人就讲，敢就遮麻烦吼，去找迄款会当奉献7位数的、8位数的，还唔较好，对无？迄奉献1摆吼，2摆就几百只猪遐侪安尼。啊，毋过咱知影，通计吼，遮个，安尼小坐一下吼，老师小坐者，通计遮，咱互咱的囡仔对囝，包括咱兄弟姊妹，啊中间留个走道吼，中间留个走道，兄弟姊妹最近会当参与伫即款的奉献内面吼，为着教育馆的起助来祈祷吼，来，我们中间留个走道吼，咱朋友，你的猪嘛，趁你即马甲摕出来，你老早来吼。像咱的兄弟姊妹，你嘛同款，来兄弟姊妹嘛会当甲你手头要奉献的猪摕落，啊，当你要落去的时阵吼，美玲长老因会将一只，咱过落去就是感恩节啊，过落去上尾摆就是11月底，吼，所以你过去若毋捌奉献给猪的，你会当着即摆游玩共款，咱希望到下一届要奉献这只猪的时阵吼，使用这条唔係摕到，咱就上帝甲咱开路。使用这条摕到的意义是啥物？就是咱会当踮教育馆自由出入啦。有可能内面的设备也未完全好势，但是已经会当使用，吼会当去遐上洗手间，会当坐电梯去7楼看卖，会当踮咧遐，虽然设备也未完全好势，所以咱今年这两摆的迄个小猪奉献。同重要的意义就是伫这个所在吼，咱应该贴起来吼，贴起来无要紧。来，好，看前面。来嘿，通互人当行吼。来，咱遮小朋友参与伫教育馆的起助，同样紧的，毋是踮咧猪仔内面有偌侪钱吼。我家己上感动的，就是当遮咱的主题参与伫这个小猪的奉献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把钱放在小猪里面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干什么？啊，要盖教育馆，所以我们是为了建堂，还有什么？建人，要建造教堂，还有建造这个人，所以我们是建堂建人。小朋友在奉献的时阵，知影讲这是为了建堂、建人的奉献，不是干那遗体的起助来尔，包括这性命要起助。所以当你咧奉献的时阵，虽然可能是干那一个5块，一个50块。你若甲祈祷放落去的时阵，迄个价大甲8位数、甲7位数所奉献的同款。教会起助爱1亿3000多万，1亿3000多，咱需要有人真大笔的奉献，但是咱嘛需要，当时阵嘛需要遮尔多大家最近在祈祷中间的奉献。所以咱恳求主帮助咱。今天我们，爸爸哦，爸爸马上来了哈。来哈，老师带你哈，然后小朋友，我们能够一起参与在建堂建人的奉献中间，好，一起，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咱最近来祈祷哈，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预备来，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在士林教会
一起参与，一起学习。谢谢你给我们教育馆。有一天，在教育馆里面，我们有更好的装备，更好的学习，而且会有更好的见证，成为社区的祝福。求主看顾每位孩子，成为你的工具，成为你的手脚，来传扬福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咱最近拍拖啊，感谢天父上帝，嘛感谢咱每一个拢会当参与伫建堂的服务。那我们小朋友就可以先离开哈。好，那我们让小朋友先离开哈，他因为华靠里头经验，好来，好，让幼幼班的先走，然后我们后面小朋友。拄啊，咱有讲到管理性命最要紧的哈。咱拄仔有讲过，诚做一个管家。当我想要讲奉献的时阵，我感觉爱先讲管家的概念。咱若无建立家己是上帝所交代咱的一个管家的时阵，咱伫咧奉献顶头，不管安怎，咱会歪错去，因为咱所得到、所领受的是伊交代互咱。所以咱做一个管家，你要安怎甲你的物件管理好，通好甲主人交代，通好甲主人交代。所以，拄仔咧讲到这个管理性命中间有一个真重要叫传承。咱为虾米伫咧建堂的中间，坦白讲，你若后礼拜看周报吼，这弟仔太太吼，无偌济钱啦，可能一个人奉献都比伊较侪啊吼。但是咱来注意哦，伫这内面是偌济祈祷伫遐内面，为了上帝的殿，囡仔遮细汉，因着一个概念，阮是为了建堂建人的奉献，安尼。这是信仰一个最重要的传承，互因对细汉开始学习到这个功课，互因手头所摕的钱，毋是放伫咧家己的目睭前，是会当放愈远。伊若手头会当管理有才调控制钱，离愈远的时阵，伊就会当甲这个钱发挥到同好的效果。同好的效果，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是毋是上帝手头交你的是这款的吗？你是拥有钱财，还是去互钱财甲你占满？你拥有财产，还是财产占满你，逼到你活伫咧苦难中啊？亲像这个，这是耶稣所咧讲，你的心伫叨位，你的钱伫叨位，你的心嘛伫迄个所在，这个意思。所以，咱会当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特别耶稣咧提醒哈。袂用个想要服侍上帝，佮服侍马文就是钱财、财力的意思。咱敢会当服侍一个上帝，因为服侍上帝就是咱积蓄钱财伫天顶。拄仔有讲过，当你这个钱若故意放互正确的时阵，你的确要用天顶的方法来处理你的银行不动产，还是你处理你各种的方式，这叫做用天顶的方法来处理。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即礼拜的中间会当想看卖，到底上帝互我偌多恩典机会，甚至互我真侪机会碰到贵人，这就是上帝互咱的啊！我要安怎伫咧会当伫咧即个中间来分享互别人，帮助别人，通好上帝来纪念我。
上帝互我管理钱财的时阵，咱是毋是用耶稣基督的疼，通互咱会当互相诚做帮赞？所以，伫生活各方面，你想看觅，倒一方面你可能是一个较好的管理者。好，上帝拢交代互咱，倒一方面你是较好的管理者。第二，你捌看过倒一个故事，倒一个事件，你是你家己捌伫倒一项代志中间去学习到，诚做一个聪明的人，用袂当永远拥有的去换到永远袂失落的。你捌有即款经验无？吼，生命中间你捌有即款的，伊袂永远是你的啦，但是你通过安尼去得到，去服侍人，去换到你永远袂失落的，这是咱真重要的一个功课嘛。是咱今仔日要讲到管理，后礼拜咱要讲到管理钱财，讲到1/10奉献，讲到感恩奉献。若无先知影我是一个管家，咱的奉献袂完全。所以咱要做阵来吟圣诗372首，咱是一个管家，咱所有的拢是上帝丰盛的赏赐。所以咱通过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主上帝，有丰盛我命主爱，你的话创造万所点世界，感谢主，将向土收赐予我，赞愿起立，万奉献，落落心过最累你，通天来，第31届万奉献，万奉献，落落心过最累你。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面前，搁一摆将家己奉献予你。阮求圣神帮助阮，成做一个好的管家。特别你赏赐阮有丰盛的活命，阮就爱甲这个性命管理好好。你赏赐阮有乡土，有各种的土产，帮助阮会当成做这个生态环境的好管家。感谢你，赏赐阮逐人有无同的才调温素。恳求圣神帮助阮，互阮会当将这个温素才调发挥，成做万人的祝福，别人的利益。愿咱的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请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的时做伙唱，献做偌济。
请起立。请坐。煞接来读经句，伫周部的头一面，马太福音第6章24节。我念一遍，大家煞接做伙读2遍。马太福音第6章24节，无人会服侍2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也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为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马太福音6章24节，无人会服侍2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疼迄个，也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为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马太福音第6章24节。无人会服侍2个主人，因为伊会怨恨即个，服侍迄个，也是会对重即个，看轻迄个。恁袂为服侍上帝，煞服侍钱财。即马来介绍头一届来本会聚会兄弟，所愿所推爸母妇女。苏曼苏慧，还有一位苏玲雅，欢迎你来参加。请坐伫头前后壁2边的兄弟甲握手，请同齐来关心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今仔日下晡1点，爱家团契伫幼心2楼举办圣经研读讲座。后礼拜拜日早起10点半，儿童主日学伫幼心4楼举行亲子礼拜。8月4号圣礼典，第2堂有洗礼，以下是目前报名洗礼的名单，请带倒。2019与京剧有约活动已经进入第3季，邀请兄弟踊跃参与。以下是今年国外服务福音队的时间，请带倒甲奉献。8月5号，上年团契举行例会，以下是聚会内容，欢迎踊跃参加。8月7号，早起9点半。台北中华少年事工部举办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若有要参加的兄弟，请伫7月20号进前报名缴费。7月26号到27号，袋鼠爸妈小组举办妈妈必进之旅，欢迎厝内有各种以下囡仔的妈妈报名。若有要参加，请往办公室，也是语文团队报名。阁有冠联景观工程甲内部设备装潢的联线项目，放伫招待处，欢迎兄弟联线。以下是教馆兴建工程的进度，请带倒甲奉献。
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请牧师带咱讲道。伫咱周报顶头所写的这事工，甲咱拄仔所听的报告以外，咱特别每一个家庭，家己所咧关心的事顶头，咱嘛会当献伫上帝面前。今仔特别有看到迄个高丽香师母吼，可能恁小起来，我大家说hello一下好无？因咱台东吼新香兰遐，因几个所以今仔个起来台东吼，请坐。今仔特别有昨有寄来几条迄鸡卵糕，迄可能是倒一个工作室做的吼。招财道遐毋捌切好未？二零注意看觅看遐切好未吼？鸡卵糕应该是哦。但咱咧刷了后出去，会当分享着伊特别寄来，甲大家做阵分享迄个鸡卵糕吼。因为伫前咱知影个雨山营踮遮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吼。所以也请我们大家当做阵关心即个家庭。虽然即个时阵，请起立，开你的心，也开你的嘴，你会当用主来摆列你的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做阵伫你的面前三角来敬拜，恳求主你特别引带保守阮，互阮会当伫你的日日的引带面得到主你直头的听，帮助阮成做一个好的管家。因为你收束阮遐尼多，所以阮会当将这成做别人的利益，特别看到你赐福看顾阮每一位。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活命，也赏赐互阮伫这个世间所需要一切的物质。但是你意爱阮会当成做你好的同工，做一个尽忠的管家。阮求你帮助阮，特别。伫管理这个世界、管理钱财的中间，会当得到主理的智慧，用疼心来分享，用信心来挖靠，所有一切当奉献伫你的国度顶头，然后最人得到利益。阮也特别恳求你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这个时阵，用你排列的祈祷，无论是阮的心，也是阮的身体健康，也是阮。伫生命超出跑走的路站所碰到一切的挑战，阮知影主，你拢甲阮同在，陪伴阮向前跑走。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同齐来唱上人的诗歌，信诗第403首，主差遣我。今时所请牧师祝祷。主差遣我，主差遣我，主差遣我，耶稣求你差遣我。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上帝求你引带我。主充满我，主充满我，主充满我，时时求你充满我。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往主心命打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灭道避讳。